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3页，对于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3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3节，就是解释甲念念不误，相行智慧，即是不即行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煞来解释下面。下面就是一念无，即不即绝；一念智，即不即生。世人愚昧，不见不即；口说不即，心中常有。上自嘅我受不即，念念说空，不是真空。不即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不即智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解说这个道理。一念无，即不即绝，就是讲一念的愚痴啊，安尼呢不即啊就断绝啦。所以叫做讲做一念的愚痴，这个愚痴呢，就是无明啊。就是讲，当你将内心生起了一念的愚痴无明，安尼呢，你这个不即啊就断绝。事实上，所以叫做讲做断绝啦，应该是失去了不即的功用。对这个不即智慧，以及甲真理，以及甲无明这三项的关系呢，在这个所在，我要做一番的分析，来解说这个道理啊，来才会当更加容易明了。无论是六祖大师也好，无论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开示佛法也好，同款拢是强调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该分作理甲智来甲说明。理呢，就是发生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呢，也就是在前面所讲迄个摩诃心量广大心的体性。啊，这个智呢，都是在广大无边心的体性所有的智慧妙用。理甲智，这应该呢是共一个，就是讲理智合一，理智呢是同一体。这个理甲智啊，咱即摆来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就像讲迄个太阳，或者是讲月亮。太阳、月亮有伊的太阳，或者是讲月亮伊的本体啦。啊，有即个物件，有即个本质。尤其是即个太阳呢，即粒遮尔大粒的即个星球啊，有光会发光。这个光呢，就是啊，在这粒太阳的星球这个所在发出来。哦，太阳嘛是在咱银河系内底的一粒星球。哦，咱这个地球嘛是其中一粒星球。月球同款是一粒星球。但是咱这个地球，虽然是讲有这粒地球伫咧，咱这粒地球的本身呢是未发光。哦，因为咱地球的本身啊，哦。毋是一粒这个火球，啊，这个太阳呢，就是一粒这个大粒的火球，哦，所以呢，迄个太阳会发光，哦，所以这个太阳这粒星球的本质，甲迄个发出来迄个光啊，
事实上呢是共迄个物件。一边是约体所讲，一边是约法迄个光所讲。咱遮所讲的佛性理智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这个理呢是约理体所讲，智呢就是将迄个理体所发起的智慧作用。这个智慧作用就是属于八界。既然真理这是不生不变，当然咧，八界智慧也是同款不生不变。毋过呢，这个八界智慧上面啊，若是互迄个无明来甲砍掉咧，安尼这个八界智慧作用呢，就去互障碍去啊。就等于讲，迄个太阳会发光。你看早时咱去透出，哇，咱这个大地咧都光明啊，光啦。毋过呢，若是有迄个乌云啊压掉咧，安尼变成个乌天暗地。事实上是毋是讲迄个乌云压掉咧，也迄个太阳的光无去咧？毋是。咱若是有坐飞机的人，咱就知，伊迄个云啊，将咱这个地下，咱这个大地搁再起哩，迄个云有当时真高，有当时较悬。但是讲无论偌低，无论偌悬啊，总是在这个太阳的下面啦。就是讲迄个太阳是在云顶，所以虽然是讲歹天的时阵，下面呢乌天暗地，或者是讲在落雨，你这架飞机你飞起，穿过迄个云过啦，面顶呢就是好天，面顶无云，所以面顶太阳的光源才是遐光。咱以这个呢来做一个比例，咱就可以了解，咱这个智慧啊，是常常放出伊的光明，常常发起的妙用。但是因为有一念愚痴的无明，将这个智慧给障碍掉了，所以这个八界智呢就失去了伊的作用。所以在这个所在伫咧讲做八界绝，这个绝呢，若是约义的解说叫做断绝，事实上呢就是失去作用。一念的愚痴，八界的智慧呢，就失去了伊的作用。叫做讲做一念愚则八界绝，一念智则八界生。讲当然是你这个一念呢，若是属于智慧，安尼呢八界就生。这个生意，用讲就是讲八界呢就生出来了。那这个生出来，本来八界就甲咱这个发生真理，当时存在，当时记住啊，乃是过去无始以来就记住的物件。未来永远呢，也未晓无去的物件。哪里有生，哪里有灭呢？伫遮所讲这个生，咱应该甲当作讲发生迄个功用，智慧八界发生功用。就是讲你这一念心，若是有理智啊，那就是八界咧发生这个功用。就等于讲你这个心地开朗啊，当然就是八界功用啦。也就是加入这个天，也有太阳无迄个云压掉咧。安尼呢，咱这个整个的这个空间，整个的这个天呢，拢总都是互咧太阳光照甲呢一片啊，拢都是光影影。所以一念智则八界生。那伫遮所讲这个一念呢，所以叫做讲一念，这个一念的时间呢是真短。所以你只要有一刻的时间，无明生起啦。那这刻这个时刻就是变成失去了智慧作用。要咱世间话讲起来，就是变成讲你这刻你失去了这个理智，因为你这个在识名利的心，来加倍就你的理智，所以你只要一刻中你失去了理智，你可能在迄个所在你就去做唔到去。
所以这个一念牛齿呢，马上啊，在你一念牛齿的迄个所在，你这个八戒妙用呢，就呢就断绝去了，就失去了作用。在你这个一念智慧迄个所在，你这个八戒呢就发生了迄个妙用。所以这个一念呢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一念，这是一念一念一念伫咧计数物件。咱的心念呢是念念伫咧计数物件。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呢，就是讲爱保持在娱乐时中一时一刻拢爱真正清醒，绝对呢袂使咧糊涂哩。只要你有一刻的糊涂，你可能因为你迄刻的糊涂呢，又做出了真正严重的错误行为出来。这咱可以摕一个譬如起来说明，像讲咱伫咧开车的人。车开在迄个高速路顶，你一时一刻嘛要注意啦，袂使你有一时一刻放松。可能你这个一时一刻，你若讲放松你的心，打一个梦想，可能在迄个时阵啊，那你就发生车祸了。因为在高速路顶，毋是讲干那咱一个伫咧赛车，足一人伫咧赛车，或者是咱共超车啦，或者是讲小闪车啦，或者是讲边第一条线、第二条线、第三条线伫咧并行啦。在这个时阵，你若是有一时一刻，你放松你的心，就是讲你这心分心去啦，打梦想啦，早你拔入去。那可能讲这个路中发生了这个其他的状况的时阵，那糟糕了，迄当阵呢，可能你无法度应付，安尼呢就车祸就发生。安尼来解说，咱尽量去了解。所以，着做慧能大师就是讲，一念的牛齿呢，八戒啊，就失去了伊的作用；一念的智慧呢，八戒呢，就发生了伊的妙用。因为讲世人愚昧啊，不见八戒，口说八戒呢，心中常有。讲咱一般的世间人，牛齿未晓，因为咱世间的人，虽然是本来有智慧，毋过呢，咱无始劫以来，就是互这个无明烦恼，将咱的智慧本体甲咱吸掉了。等于讲呢，从盘古开天以来，云啊，就将这个太阳给压掉了。既然从盘古开天以来，云将太阳压掉了，这个云拢无开，然后呢，咱规世人拢毋捌看到迄个太阳，毋捌看到太阳光，甲这共款意思。所以世间人因为牛齿未晓，所以呢就袂当好来看到八戒。就是讲这个八戒智慧呢，咱本身啊，袂当好去见到。讲口说八戒心中常有，虽然在嘴里伫咧讲八戒。伫咧讲智慧啦，毋过呢，事实上心肝底呢，常常都是牛齿。咱在嘴里也要讲八戒，在心中呢，无一定会当好体会到八戒道理。倒转来讲，嘴呢，虽然袂晓讲八戒，凡是伊心中有伫咧体会八戒道理也袂定。所以咱这个学佛修行，心地的了悟，甲咱嘴讲，甲咱将笔摕来写，这呢无一定是会当好来完全配合。换一句话讲，虽然是讲伊写袂出来，伊讲袂出来，但是心中可能明白，心中呢可能真是有会当好体会到八戒道理。有的人虽然是写甲天花乱坠，讲甲天花乱坠，但是写是归写，讲是归讲，可能呢只是一种的口头禅，就是讲敢若嘴尾伫咧讲，笔尾伫咧写尔。本身呢可能无真正去体会到八戒。
因为真正要体会到佛这，你在即个心境的上面啊，必须咧有将烦恼给断了。你无断烦恼，你是要怎样来克悟着佛这智慧呢？所以才讲口说佛这，心中常语。下面讲上自嘅我受佛这，念念说空，不是真空。佛这无形上智慧心就是。讲伊喙里啊，常常伫咧讲我呢伫咧受佛这啦，就是讲有伫咧受佛这的惯性。虽然是伊伫咧讲我有伫咧受佛这，毋过呢，是毋是伊才是有伫咧受呢？佛法这个物件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尤其是佛法，咱伫咧修行的人，有的人伊的悟性较强，就是讲对深的理呢，真容易悟；有的人呢，悟性较低。这个悟性低的人啊，你呢讲互伊听呢，无法度互来了悟，无法度来体会。所以虽然喙伫咧讲我有伫咧受佛这。这个受佛这意思就是讲有受观行啦，受这个观行就是属于受佛这。也念念说空呢，不是真空。虽然是讲念念说空，就是讲一时一刻啊，伊拢伫咧讲这个空的道理。虽然是咧讲这个空的道理呢，却是不是真空。而且所讲真空这两字，遮讲起来道理真重要。什么叫做讲真空呢？真空下面应该搁一个妙有，所以叫做讲做不是真空者，就是讲你念念伫咧说空，可能呢只有偏在空的一边，无进一步了解讲这个空。应该是不空，所以实在空呢，乃是妙有；妙有呢，乃是真空。一旦好了解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这才是实实在在呢有了解真空的意义。这个真空有一个妙有，所以既然是真空，搁再有一个妙有伫咧啊。只有独在空的这边呢，这袂使。这个妙有呢，甲真空，这呢是一体两面的物件。真空甲妙有呢，这是相即不异的物件。所以在佛这心经伫咧讲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色不异空，就是讲这个色甲空呢，色甲空是无差别。空不异色，就是讲空甲这个色也是无差别。只是讲无差别而已啦。但进一步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讲这个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这个色就是空，这个空是真空。空就是色，这个色呢，这就是妙有。就是讲，咱必须要了解真理体虽然是真空，但是这个真空的理体中呢，确实有伊这个妙有上的存在。这咱过去常常提譬如咧，提什么譬如就是提这个摩尼宝珠的譬如。有一种真宝贵的宝珠，叫做摩尼宝珠。这个摩尼宝珠有一名叫做如意宝珠。这个如意宝珠的意思就是讲，这款的宝珠会当好随咱人的心意。你要爱什么呢？就有什么款互你。这名叫做如意宝珠。这个如意宝珠呢，甲咱普通的宝珠同款。宝珠这个物件呢，
就是内外透明。一粒宝珠啊，你若看到入面空空透明的，啥物物件都无。但是你看空空，啥物物件都无啦。你即粒宝珠，既然叫做讲如意宝珠，你有摕到即粒宝珠的人，你讲啊，如意宝珠啊，你出一寡钱来互我，即个如意宝珠咧，就会出迄个钱。或者是讲如意宝珠啊，你出一寡金仔互我，如意宝珠就出金仔互你。讲如意宝珠啊，我即马无米好食，你就出一寡米互伊，就出一寡米。讲如意宝珠啊，我无衫裤穿啦，你爱出一寡布，出一寡衫裤，衫裤甲布拢走出来。奇怪啊！迄个摩尼宝珠是空空咧，为什么你爱啥就为什么呢？那就是讲，虽然你啊看是空空，但是内底啊实在就是包含了无穷无尽的迄个物件拢伫遐。这名叫做妙有。这个妙有呢，在起信论所讲的，就是说上代，就是讲在这个广大无边的本体中啊，记住了一切的这个性功德。就是讲，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所应该爱记住的物件呢，在这个妙有上内底拢总有啦。这呢，正是实实在在啊，真空的意义。所以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因为真空不空啊，所以呢，才会当好随缘显现了世间法，或者是讲出世间法。因为是妙有非有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真空实相中，你甲看呢是空空本来无一物。咱会当好了解到这个真空妙有、妙有真空的道理，这是确确实实呢有了达到伫遮所讲的八界，了达着空。下面讲八界无形象，讲这个八界啊是无形象的物件。在《金刚经》直直讲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八界呢，是一种无上的真理。假就讲咱若是将这个八界给当作讲就是有相来去甲集中呢，那这就唔对。安尼呢，这个八界智慧就袂当显现。所以才讲做八界，这是无形相。智慧心即是，讲这个八界是无形象啊，啥物叫做八界啊？智慧的心就是。所以咱一个人呢，若是心时时刻刻保持着咱的智慧的妙用，这就是啦。那是安怎样才是属于智慧的妙用？过去我是捌摕《金刚经》内底的道理起来讲。现在是咱无妨啊，我若是将《金刚经》内底迄个道理啊出来说明，我想咱安尼较容易了解。一部《金刚经》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早时背起来，披咧，拔体咧，出去吐拔，转来了就食饭食饱呢，洗骹洗洗咧，就伫迄个所在当作参禅。这啊。就是伫咧显示八界妙用，但是呢，佛安尼伫咧显示八界妙用，遮个地主拢无人会当了解，所以咱世尊呢，只好啊，搁再苦口婆心啊，搁来讲一部八界经，以是菩提尊者呢为对象来讲八界经。那问题就是讲，为什么佛披咧、拔体咧去吐拔食饭，这都是要做八界妙用。这明明就甲咱一般的人生活共款啦。凡是出家人早时，拢嘛是披去吐拔，倒来食饭啊，当作参禅嘛。但是呢，若是讲一个凡夫精，虽然是讲安尼伫咧过生活，甲佛的生活不同。不同点在哪里？就是讲世尊虽然是身躯披衣，但是呢，伊无披着一条细线。世尊虽然是讲将伊即个精舍到城里吐拔来回，但是伊骹呢行都无踏着地。世尊虽然是讲食饭，但是伊无食着一粒米，无去夹着一撮菜。
世尊呢虽然是打坐参禅，但是伊坐咧啊，无去坐到即个意爱所在。那讲起来就真妙咯。安怎讲妙法呢？并毋是讲伊只是无披啦，就是讲虽然伊披即仔披衣咧，但是呢伊无着。咱人毋是咧，咱人穿即仔衫，着即仔衫，哎呀，即仔衫水啦、歹啦、啥物清气啦、垃圾啦，拢会去着起来。着就是有清落啦。佛虽然是讲即仔袈裟甲披咧，但是伊都无着，所以等于是无去穿着一条细线。咱人行路讲，哎哟，遐尼诚远，行到袂当到，或者是讲即个路足歹行。咱伫咧行路迄个所在，伫咧起分别心。但是佛呢，行倒去，行倒转来，伊无在迄个行路所在起分别，也无讲即个路歹行啦，即个路好行啦，或者是讲行了诚远啦，脚啊已经诚酸诚忝啦，拢无即个分别心。等于无行路。咱人伫咧食饭讲，哎呀，即个饭好食啦，歹食啦，即个菜伤咸啦，伤正啦。咱伫咧起分别，起分别就是有伫咧食咯。佛虽然伫咧食饭，但是无分别，无分别等于无食。咱人若坐伫即个椅仔讲，即个椅仔真掂啦，真歹坐，会使讲，哎哟，即个椅仔太遮软，遮好坐。佛毋是啊，佛伫咧所在打坐参禅，伊袂在即个所在去起分别啦。虽然是甲咱人共款伫咧行动，但是无分别。即个无分别的作用，就是一种的不济妙用，也就是遮所讲即个智慧心的作用。所以，这就是一念的智慧啊，就这个不济的功用发生了。咱众生呢，就是有一念的愚痴，时时刻刻起分别，处处起分别，在咱对这个所接触的环境起分别，这个所在就烦恼重重。食饭讲这个歹食，伤甜啦，或者是讲煮了伤暗啦、伤糜啦，安怎样啦？菜呢讲这菜煮了无好食啦，菜煮了伤咸啦，煮了安怎样啦？咱呢就是安尼伫咧起分别心，这就是愚痴心。这个愚痴心一个起啦，这个不济作用就无去啦。那你这个智慧心升起，虽然是讲甲一般人共款啦，伫咧过生活，但是因为你拢无执着，无执着，这就是一种的智慧心，这就是不济。所以不济这是无形无相，只要智慧心就是。虽然是讲无形无相，但是表现在外表都是这种解脱相，会当了解讲你这个人呢，确确实实有体会到不济的道理，所以是解脱相。用食饭来讲就好，你若是运用不济智慧人，伊每顿饭食落甲地真好食咧。你若是讲无运用不济智慧人，食饭就面有面角。那从这个所在，也会当好来看出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运用不济智慧，是毋是有得到解脱。这款的道理呢，就是值得咱体会。注意看先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